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an 啊。今日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郭家麒啦。佢係前立法會議員啦，係呢個泌尿外科嘅專科醫生，35家顛覆案45名被告之一啦，被法庭裁定係呢個積極參加者。佢參與呢個戴耀廷策劃嘅真攬炒十部曲計劃，企圖癱瘓立法會，迫使特首辭職，引起外國制裁香港同埋內地，以7年為呢個量刑起點啦，最終判囚4年零2個月嘅。喺今年4月29號咧就刑滿出獄啦。咁呢個人咧唔係普通犯事啦，係串謀顛覆國家政權，罪行咧係極之嚴重嘅。佢鐵證如山啊，犯案嘅情節係嚴重啊。但係最荒謬嘅嘢係咧，你估佢出咗嚟之後點？而根據呢個醫務委員會註冊醫生嘅名單咧，郭家麒至今咧依然係註冊泌尿外科嘅專科醫生。咁即係理論上咧，佢隨時可以掛翻牌做回老本行嘅。繼續睇證啦，一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嘅重犯啊，着翻件白袍就可以堂而皇之做翻大家眼中專業可靠嘅醫生喎。你話荒唔荒謬呢？咁講真啦，郭家麒嘅劣跡咧並非一朝一夕嘅。黑暴期間啦，佢以醫生同埋議員嘅身份多次聲援呢個暴力行為，包括包圍警總啦、衝擊立法會、霸佔機場，場場都見到佢身影喎。佢喺社交平台咧持續散播呢個仇警嘅言論啊，用粗鄙嘅言語咧侮辱前線嘅警務人員，煽動社會嘅仇恨對立。仲有啦，佢喺立法會審議國歌法嘅期間咧，惡意諷刺一名坐輪椅啦、出席尊重儀起立嘅東江中隊抗戰老兵嘅婆婆，侮辱人哋啊如神打上身喎。咁呢種人咧有咩醫德可言呢？而講到專業層面啦，佢喺04至05年期間咧，曾經牽涉3宗嘅嚴重醫療失誤，俾病人入獄索償啦，最終係和解賠款收場嘅。咁政治上又失德啦，專業上又失格喎，兩樣佢都齊晒嘅。咁法例上邊都講得好清楚啦，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第14條同埋第21條啊，若果醫生因為可判處監禁嘅罪行而並定罪啊，必須喺判刑後28天之內咧通知呢個醫委會。而醫委會咧有法定嘅責任同埋管控嘅職權咧，展開紀律聆訊嘅喎。聆訊後咧，若信納醫生犯咗違紀嘅行為咧，可以發出呢個警告啦，施加呢個執業限制，甚至註銷呢個專業資格啊。咁法例上黑紙白字寫晒喺度啦。問題係醫委會做過啲咩呢？咁答案係咧幾乎乜都冇做啊。咁啊，曾經有民間團體去到醫委會嗰度請願抗議啦，要求嚴肅處理郭家麒個案，但醫委會咧一直未有回應喎。外界至今咧都唔知佢哋究竟有冇正式立案，有冇排期聆訊，進度去到邊度呢？咁醫委會個拖延同埋沉默，簡直係失職啊！更加令人憂慮嘅係咧，有醫委會成員透露啊，會內咧充斥政治立場鮮明嘅人喎，佢哋曾經公開發表過反政府嘅立場。俾呢班人做紀律聆訊，你話啲公眾點可能有信心呢？咁啊，所以啦，問題已經唔係指一個郭家麒一個人啦，而係成個醫委會管治嘅結構同埋人事嘅組成啊。呢啲係咪要徹底重組呢？一個監管嘅機構，如果連國安重犯都唔敢處理，唔肯去處理啊，佢哋仲有咩公信力可言呢？講到尾啦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嘅。郭家麒身為醫生啊，應該比任何人更加明白呢個顯淺嘅道理啊！醫者仁心啊，你唔去救人，走去搞呢個顛覆，白袍咧唔係用嚟行醫，攞嚟做呢個政治工具喎。以醫生之名搞政治，不務正業，咁如今咧必須要承受慘痛嘅後果啊！白袍咧從來都唔係護身符啊，更加唔係咧罪犯嘅免死金牌喎。佢咁樣做咧係完全對唔住呢件醫生袍咯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